唔好以為年紀大心臟先會有問題。我近排覺得自己心跳急咗好多，身體檢查個指數窒晒界。我見瑞偉哥日日食呢一隻加拿大風之寶心加血管加，之後啲指數靚仔翻晒啊！我都即刻試一試佢先。原來三高淨係清血管係唔夠㗎。見啲朋友一唔乖，啲指數就升到嘭嘭聲，仲有可能要成世食藥。見佢哋食其他通血管嘅保健品都冇乜用。好彩我有瑞偉哥介紹嘅心加血管加。佢同其他保健品好唔同，一包有2粒，其他嘅就淨係得1粒，用嚟清血管垃圾。而心加血管加就多1粒日本專利活心 QH， 可以強化心臟功能，令個心更加有力泵走啲垃圾。要記住啊，就算啲血管幾好，個心唔夠力都泵唔走啲血管垃圾。所以清咗血管都一定要保持心臟有力。1+1雙管齊下，先可以改善三高㗎。我食咗2個禮拜，個心有返晒力，連心跳都平穩咗，指數靚仔返晒，冇再窒界。我仲介紹咗俾其他朋友食添，而家萬寧做緊限時優惠，快啲去買啦！